我个人在职硕士班的论文引起各界的讨论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，模糊高雄市长补选的焦点，我深感遗憾。我个人年轻时的不察，造成学术伦理的争议。如今的我应该表示歉意，并且展现负责的态度。为了避免此一话题继续的延烧，造成社会的困扰，我郑重宣布放弃我中山大学在职硕士班的学位，也向高雄市选举委员会申请选举公报学历栏删除这项注记，盼望大家回归到市长的补选政见的主轴。在我决定参选市长的那一刻，很多朋友都提醒我，选举的过程会很艰辛。但是进了厨房，我就不怕热，我会在经验中成长，绝不动摇我们希望高雄会更好的决心。海边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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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谢谢大家。对于很多看着我长大、帮助我一路参政的市民乡亲、长辈、好朋友们，接下来3周的时间，我会更加努力，走遍高雄每个区域跟角落，与市民沟通，继续与高雄这座城市对话。我会勇敢面对，不会逃避。让高雄更好是我们的共识。我会调整好脚步，以诚恳、谦卑的态度，重拾市民的信任，与高雄一起度过黑暗，迎接黎明天光的时刻。再次出发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。那我想我们市长候选人梅珍的声明，在这边非常清楚的来跟各位社会大众来报告。各位今天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国民党的包括议长夫人、我们的议员等等，都在这边。我们虽然面对到这样的挑战，但是我们会用诚恳、谦卑的态度，继续的来面对这场选战。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。那等一下，我们的市长候选人梅珍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等一下就是走遍38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。那之后，如果媒体朋友有任何的问题，想要来询问，我本人发言人在这边来跟各位做回答。那么谢谢，再次的感谢各位媒体朋友，也感谢各位在这边支持我们梅珍的议员好朋友，还有议长夫人，再次鞠躬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再次感谢各位媒体朋友，谢谢。